真的，我还以为他们会送我3C 产品。然后收下这个乐器啊，从收下的那一天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怎么办？要拉也不是，不拉也不是，心中就一直有很多很忐忑的心情。好，然后我想说，那就用一个才艺表演的状态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不唱歌的哦，然后假装你们是路人哦，我是街头艺人。街头艺人有戴帽子啊，就等下这样啊，要投资我啊，我是原住民激流谷的。有5块就拿5块，不要勉强，5块就5块，10块就10块。哦，不要拿太多钱了，1000块不要啦，不好意思看到有颜色的。好，然后我要拉一首我很久，至少5、6年没有拉过的曲子，这几天都拼命拉到我隔壁邻居阿妈都来敲门。哦，他以为是那个啦，比他大神那个。我练习很久，因为前面都很生疏啊，就练了好久，好不习惯。然后当然我想要去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演奏曲吧，就也献给各位，来自也是我的好伙伴哦，艾可橘子的丽泽姐好。哎，你们聊天那是街头啊，街头表演聊天啊。
的表情没有很狰狞，要不然我应该很像那个李炳辉吧？好听吗？好听。很像。